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58章，着大声喊，毋通停止；着出来喊，亲像伫分扫角；着对我的子民宣布因的悖逆，对雅各的后代宣告因的罪。因逐日地找求我，意爱要知我的道路。那亲像是秉公行义的国民，无弃杀因的上帝的命令，因有对我求问公义的审判。那亲像欢喜亲近上帝。毋过因问阮今者，你若无关心；阮刻苦，你若无注意。其实，恁伫今者的日，还为着家己的利益，强迫恁的工人做苦工。恁今者嘛伫冤家争夺，用凶猛的拳头母争别人。恁今仔日安尼伫今者，减会互恁祈祷的声透到天顶。这减是我所爱的今者。人刻苦家己的日子，减是安尼。恁亲像芦苇头暗暗，穿麻衫倒伫火夫，减讲这就是今者，是上主欢喜接纳的日。其实我所爱的今者是安尼：透开无公正的锁链，剪断别重担的锁，透放受压迫的得自由，讲断一切的担。我所爱的，减毋是恁甲妖恶的分享食物，接待无家可归的散赤人去恁兜，互赤身裸体的有衫通满，无闪避对亲人的责任。安尼，恁的光会亲像黎明发出的光，恁会真紧得到医治。恁的公义会做先锋带恁，上主的阳光会伫后面保护恁。迄时恁求救，上主一定应答。恁对伊求帮赞，伊会讲：我伫遮。恁若将欺压人的胆刷开，将指责人的砖头仔刷开，无搁讲人的歹话。恁若将食物分互妖恶的人，满足困苦的人的需要，安尼恁的光会伫黑暗中发出，暗暝会亲像日中昼。上主会继续引带恁，互恁伫旷旱的所在，逐项拢满足，互恁的骨头勇壮。恁会亲像有水灌压的园，亲像有水直直流的水泉。恁会重建早就荒废的所在，修建古早就有的地基。恁会互人称作补破起来，互人叫做修理厝，互人徛起的。恁若无破坏安息日，无伫圣的日子追求利益家己的事，恁若看安息日做通欢喜的日，尊重伊做上主的圣日，恁若尊重圣日，无做日常的工作，无做家己欢喜的事，无懒散讲话，安尼恁就会对上主得到喜乐。我要互恁伫地上逐所在受尊重，用恁祖先雅各留互恁的产业养饲恁。上主亲嘴安尼宣布。